你決定做一件事都希望有回報希望有好嘅結果，呢個係人之常情嘅。但係係咪事事都要有好結果？你先願意去做，係另外一個問題。我同師母養育一個唐氏綜合症嘅孩子，明知唔能夠寄望佢長大成人，佢唔會回饋我哋，但係我哋仍然悉力以赴做好爸爸媽媽嘅責任。點解呢？泰戈爾有一句名言話：天空未留下痕跡，但我已經飛過。呢句説話表示結果唔重要，重要嘅係嗰個過程。亦都有人話能夠享受過程裏面嘅喜悅，先算係成功。而成功唔係喺將來，而係從你決定去做呢件事嗰一刻開始，慢慢累積而成嘅。我好中意講道，亦都嚮往講道後嗰個結果，更加享受分析經文、閱讀參考書、找尋例子故事同埋編寫講章嘅過程。能夠準備好一篇10分鐘嘅信息，其實係一個挑戰。但係台上10分鐘，台下咧至少要預備10個鐘。我如果單專注喺成果，用10個鐘頭預備台上嘅10分鐘，就會覺得好唔划算啦。但係我冇計較結果，只係喺結果嚟之前盡力而為，10個鐘頭就成為咗我享受我自己，亦都先得到祝福嘅時刻。保羅可以誇口佢嘅人生十分圓滿啊！佢對自己所做嘅事感覺良好，但係佢卻話：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。跟住佢又話：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，就當照着什麼地步行。保羅睇人生係一個過程，唔係一個終點或者目的地，要一步一步嘅向前走，繼續走。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我哋先能夠體會其中嘅樂趣。我中意搭巴士，對我嚟講唔單止為咗到達目的地，喺巴士車廂裏面，我可以休息，可以讀下聖經、祈禱，可以觀察默想，留意路人嘅反應同埋行為，亦都可以欣賞沿途嘅景色。同樣，人生嘅目的唔係要去到一條路嘅盡頭，而係喺呢條路上面嘅經歷。所以雙眼只係望向遙遠嘅目的地，你就會錯過咗眼前精彩嘅過程。你可能會順利咁到達目的地，但係回頭一望，你會為自己冇認真同埋細心享受過程而感覺遺憾。好多人介意勝負、失敗，勝負固然重要，但係唔係最重要嘅。成功失敗並唔代表一切，一時成功唔好以為已經到達終點，一時失敗亦都無需感覺嚟到盡頭。有時成功，有時失敗，係豐富咗我哋嘅人生，使我成長，生命變得更加成熟。希伯來書嘅作者提醒我哋，佢話我哋既有這許多嘅見證人，如同雲彩圍着我們，就當放下各樣嘅重擔，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，全心忍耐，奔那擺在我們前頭嘅路程，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。他因那擺在前面嘅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嘅苦難，就坐喺神寶座嘅右邊。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，你們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學習唔好過分執着，有時瀟灑一下，順其自然，生活會感覺好過一啲。有一個人每日擔住2個水桶去河邊嗰度嚟到打水，一個水桶完完整整咁冇穿冇爛，另一個水桶
有一道嘅裂痕。每一次完美嘅水桶裝滿咗水，原原本本咁帶翻屋企，而破裂嘅水桶裝滿咗水，翻到屋企之後只剩低半桶水。但係擔水嘅人冇放棄破裂嘅水桶，佢每一日照常咁擔住完美同埋破裂嘅水桶咧出去擔水。過咗一段日子，擔水嘅人經過路邊，睇到長滿咗綠草鮮花，原來係拜破裂嘅水桶所賜。因為漏水令到路邊嘅花草得到灌溉，一個完整，一個有缺陷，好似唔完美，結果似乎好似唔理想咁。但係結果雖然重要，過程亦都好重要。過程裏面竟然有意想不到嘅收穫。有一個嘅廣告金句就話：世事無絕對，只有真情趣。世事嘅結局未必盡如人意，與其執着一定要滿足你嘅理想或者目標，不如喺過程裏面用享受嘅心情盡力而為，就算不符理想，至少你不枉此行，沒有遺憾。所以人生最大嘅快樂同埋滿足，唔係最後你擁有啲乜嘢，得到啲乜嘢，而係在於你喺追求乜嘢嘅過程當中，發現同埋享受故中嘅樂趣同埋精彩。有人講得好好啊，佢話一個只係顧住垂住頭或者單單望住前面行路嘅人，永遠冇辦法領略沿途嘅風光。人生嘅精彩唔係終點，而係半路；唔係喺結果，而係沿途嘅經歷。無論你嘅終點係接近或者仲好遙遠，唔好忘記身邊到處都係美景。身在福中，卻望住達唔到、得唔到或者冇法預計嘅結果，而冇好好欣賞生命旅途中嘅美麗，錯過咗身邊嘅幸福。當你終於到達目的地嘅時候，你都會感到枉費咗你嘅人生。